问何塞穷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做了宰相想做王。意思像讲，人心个甜，无干想做官，做了宰相想做王，结果王无做到，杀本蛇失脱，全系因为贪心嘅关系。从古到今，贪心大部分会造成盗窃枉财两条空嘅结果。像嘅贪其一斗米，失卻半元糧；貪其一袋布，了脱一條褲，顛倒還較慘。又講人心節高，有酒嫌無做；人心個甜，皇帝想變賢。唔但搶做無得到，酒煞無脱，賢無變成，煞造成亂象。也其中嘅貪心，雖然了脱錢財，性命還在，但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做了宰相想做王，即使連命也無得嘞。